我们讨论有结论，现阶段不适合举办大规模的群聚活动，所以联络大街的实体活动取消，台北灯节延后，就这样。好，各位记者哦，这个依据中央公布的疫情资料跟指示嘛，加上我们今天早上各局处收集完整的资料后哈，我们讨论有结论。现阶段不适合举办大规模的群聚活动，所以联络大街的实体活动取消，台北灯节延后，就这样。那说明一下啊，因为目前有很明显的桃园医院的院内感染，而且已经从医护人员再传染给他的家人。我相信未来的2-3天应该是全台湾的哈都很密切在观察，这是不是有扩大成社区感染的危险或是事实？我想这几天是这2-3天是关键期啊。那既然部长也强烈建议说要停办大型活动，你知道吗？我相信他们应该是也有比我们更多的讯息的哈，我也相信他的专业的判断。那这个台北灯节哈跟办那个跨年活动不一样，因为跨年活动是一个晚上，那只有在一个广场，跟这个要长达10天，然后在一个几乎是半个万华区的一个范围，你知道吗？这是完全不同规模的2件事情，所以结论就是联络大街的我们实体活动就取消了，然后台北灯节就延后办理。那至于延到什么时候，就看疫情发展吧。这个疫情和缓一点，也许到中秋或什么时候，我们再把那个灯具拿出来就可以。我们都是一切都专业人士，他像上次要办跨年，他是说他只要遵守规则，他并没有说他说只要遵守规则可以办，他跟这一次讲法是不一样，他这次是强烈建议，所以事实上是这样的，我们自己是专业人士，你知道，刚才讲过了，院内感染是确认的，那就从医护人员再传染到他的家人。坦白讲我也在观察这2-3天呢。因为我们要决定说整个台北的防疫措施要不要往上升呢？因为还是首都生活圈，你知道吗？如果那个家人的感染有进入社区的话，那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其实这2-3天，我想是关键期了。我们台北市政府要密切观察。疫的等级必须要提高。那我想除了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所呼吁的，包括减少这个大型群聚活动，避免到人潮拥挤的地方，这个减少这个餐会等等。那我想很具体的，我们有几个工作要跟大家报告。第一个就是这个新春团带，包括走春发福袋，包括桃园灯会，包括我们大型的集会以及大型的群聚活动，那都停止。有些这个集会可以或者活动可以延期，我们就尽量全部都延期。那这些我就请各单位就按照包括像观光旅游局像民政局等等这个部分呢就即刻起来执行。那第二部分是这个8大场所，那么强制戴口罩，那也包括像市场、摊商跟顾客，都必须要戴口罩。那也要停止试吃或试用的活动。这个部分呢，我们也请卫生局跟经发局要执行。那有关这个今天公布的2个足迹，一个是机场捷运 A7 站，那么 A7 站除了进行消毒以外，那么 A7 站的工作人员也必须进行自主健康管理，那而且不得这个混班支援到其他各站。那另外一个足迹点，南门市场明天休市1天全面消毒。那另外我们针对11家责任医院，那么我们有6家区域医院，那么提高急诊、门诊、住院以及重症这个部分的联防机制，那基本上都已经完成协调。
那但是呢，11家应变责任医院的部分，我们一样停止探病，那陪病只限1人，而且要采取实名制。那有关我们政府部门跟学校单位，那么学校的这个明天的部分学校有办这个结业式，因为寒假即将来临，那结业式请教育局通知都取消，改成线上或广播的方式，提醒寒假的注意事项。那我们尾牙已经取消了，不过我们也建立企业或社团的大型尾牙，那么也能够取消或延期。那另外呢，这个也要呼吁所有的市民，因为现在的疫情还没有结束，那么许多的采检、疫调工作仍然在进行。那因为都有社区的足迹，所以我们有不确定的风险，因此也建议市民那么尽量的这个出入各场所都要佩戴口罩，那么要勤洗手，要多做酒精消毒，那也要经常量测体温。那如果有症状，或者有到过这个群聚风险较高的地方，可以打电话11922，或者是另外一条专线，这个3340935，分机是3039，也可以让卫生局专线，那么可以来转介来采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防疫的问题的咨商。那我想，因为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对这一次这个医院感染，那衍生到这个社区感染的这疫情状况，跟市政府密切的合作。那我们认为社区的这个疫情风险是提高的，防疫等级必须要立刻提高。那我们会逐步的视疫情的状况，那么再增加其他的防疫的规范。那细节的部分就请我们等一下看大家有没有需要请